台南市府最近伫咧河洛广场布置超过10万粒水红仔色的塑胶球，要来做景点。结果是去互人讲改成金宝利能，嘛这个无环保，甚至是压缩到民众耍水的空间。因为台南市府即马是正咧改变布展的形式，嘛强调这个球拢会当搁再利用，环保无问题。甲银角啊落落了，向设定的塑胶球下关。所落甲球等落下原地内底，祈求爱情。最近台南市府伫咧河洛广场推出5日狂爱情下原地的活动，布置超过10万粒粉红色的球，看起来真浪漫。不过真正的布置，煞互外界讲，看起来那真像福寿螺呢。我觉得说球不环保，那像游乐园的球池也是相对的问题啊。这个我就是顾虑到小朋友的安全性。我原本以为是全部都是嘛，全部都是真的会是影响到，但是它有一半的话就觉得还好。就说像他们说的，有看人家写，我觉得还好吧。如果我可以开放小孩子玩，他们应该会更开心。另外，塑胶球嘛引起环保争议，而且嘛防止伊讲耍水的空间消失去。最近去的民众是发现讲球池已经去互清甲空空，怀疑是活动负面的意见伤多。市府赶紧取消。不过，针对这件代志，台南市管理局是表示，当咧清理水池啊，强调当咧规划后一阶段形式，活动并无取消。配合固定的池底清洁作业，进入第2阶段布展，将大家投入的许愿球结合成7颗祈愿球，象征7星祈愿。也若环保的问题，市府是强调讲，这款塑胶球拢会当重复利用。也若第2阶段布展活动是继续维持到6月底，改变形式呈现，继续浪漫美化亭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